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，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不会受伤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天天来做，天早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15飘的气头风，备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右的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赶紧。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接下来要天天来做肌力运动咯。大家暖身完，继续来做肌力训练咯。今日要做的是都市的训练，核心训练。那天早通走，我们找一张瑜伽垫，师傅坐下去，另外脚不用带，手。慢慢的向后挺胸，挥脑大车，肚子会用力，慢慢的脚用下来，把你做对哦。好，手撑着，肚子用力，脚抬起来，慢慢的上下摆腿，现在来慢慢做哦。来，1、2、3、4。前头不要用力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听你咋通走，继续下去交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等下来休息一下，好，这肚子会用力哦。好，听3大通走，胸用的，手不用带，不要耸肩，保持飞脑大车，胸挺出来，肚子用力，用的脚慢慢的抬起来。好，听3大通走，一头大车，
吸一口气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这3扎通走，算一组。那第1扎通走，要记得，肚子用力的时阵，来竖大翅，手可以慢慢的扶着地板，脚往前延伸。好，来稍微往后躺一点点，脚抬起来，保持稳定之后，来慢慢的摆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第1组做完之后休息一下，好，来准备第2扎通走。好，另外一个七头大翅，慢慢的抬起来，手边边。好，我们交叉摆腿，慢慢的做，3、7，左右脚上下交叉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手凳来休息一下，不要用腰出力哦，肚子要保持绷紧。好，听3扎通走，用的手不用动，肚子用力，慢慢的脚抬起来。好，来七头大翅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抬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倒下来休息一下。这很容易会用到腰出力，所以如果觉得做完一组腰会酸的话，就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停个10秒，我们再开始继续做哦。好，第3组开始咯。来，师傅坐下来，手不用动，挥脑大车，胸挺胸出来，另外脚慢慢的抬起来。好，如果没有办法打直的话，微弯气头弯一点没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慢慢的上下摆腿，1、2、3、4，慢慢走，脚会酸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，第1扎通走，继续下去哦，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用好了，听3扎通走。好，肚子用力，手不用动，脚慢慢打车。好了，我们吸一口气，来吐气往上，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肚子有酸吗？哦，大家慢慢走哦。好，一组休息完，然后休息10秒，再做第2组哦。继续下去咯。好，记得腰不要出力哦。好，1号开始咯。第1扎，摆腿，慢慢的走，3、4，左手走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停下来，停留3秒，3、2、1。好，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停留的话，是不是觉得肚子更酸？好，再来第2扎咯，手不用动。好了，我们交叉摆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
2，好，来停好来3秒，3、2、1，好，很累哦。好，来最后停3上通走，好，脚尽量抬高一点，好，挥动大车，速用力，用力，慢慢的来，吸一口气吐气，1，身体可以往前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休息一下。哦，肚子没力的话就会很喘哦。好，要记得速中等，但是不要耸肩，不要驼背，然后重心放在你的师傅，肚子会用力。好，最后一组通走了，最后一组通走了。好，慢慢的有提气了。好，我们摆腿，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很酸哦。好，听你组通走，大家越来越熟悉哦。继续下去哦，听听老师做。来，气头大车，慢慢的交叉腿，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跑下来，好来，T3站通走，抬腿，来，速用的，气头大车，一会儿开始咯，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走下来，学习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换个方式，如果手撑着太简单，可以手肘撑着，手肘撑着。最后一组通走嘞，试试看，比较肚子就用更多力哦。好，来听一掌通走，一会儿开始咯。来，1、2、3，肩膀往后收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直接交叉，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来最后一个，1、2、3、7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肚子会酸嘛？好，大家坐下来休息一下，调整呼吸，好，记得不要耸肩哦。